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印度变种病毒流传到全世界104个国家，确诊甲死亡的病例最近佫开始咧增加，所以这个全球嘛传出一个真大声音，讲到爱来加注着新冠疫苗的加强剂。世界卫生组织是来建议讲，无共牌子的新冠疫苗唔通掺染落注，讲因为掺染注无共牌子的疫苗，对人体产生甚物款的影响，到目前为止相关的资料也是真少，所以无建议掺染落注。泰国早就注中国科兴的疫苗，不过真侪医护主任剂也是确诊。泰国昨宣布，只要第一剂注科兴疫苗的人，第二剂会使改注 AZ 疫苗。两剂期间只要过3到4礼拜就会使注，会先替第一线医护开始注射，来提升医护人员的免疫力。除了保护力无够，疫苗无够，嘛是各国考虑注无共牌子疫苗的原因。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讲，这伤危险。It's a little bit of a dangerous trend here, where there is limited data on mix and match. 世界卫生组织番露注无共牌子疫苗会影响现有疫苗试验的数据，而且无法度评估对健康的影响。万一以后再注第3剂、第4剂，过去真无简单才得到的临床数据嘛无参考价值。另外，有一寡较好野的国家面对变种病毒，拍算搁注加强剂来保护人民。不过，世界卫生组织讲，目前全球注疫苗才半年的时间，民众的免疫力拢也有够。While many countries haven't even started vaccinating, and another country now moving to a third dose, which is the booster, it doesn't even make any sense. 世界卫生组织讲，即马也无急的注加强剂，应该是要予疫苗予全球的人民拢注会到，才会使来防止病毒搁继续变种。